礼拜的时间得要到，请咱家己的厝整齐的一个所在找出来，家己的圣经、圣诗、奉献地，拢准备好。有一寡无好边仔有物件的时阵，请咱家己刷开，安静咱家己的心来做礼拜。兄弟姊妹，由完献开咱的圣诗，咱只是要来练51首圣哉圣哉圣哉。心光。
这是咱练歌结束，请咱准备心来做礼拜。7月18日，笃行教会线顶礼拜，这个是礼拜开始，请奏乐。
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关联甲欢喜充满伊的所在。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荣耀甲关联归予伊，着将上主一定的荣耀归予伊，着带祭物来到伊的面前，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三角来吟诗而乐，圣诗51首，圣哉圣哉圣哉，吟全首。现在，现在，现在，专念多主宰，难得最下秋光，哦，呀和华。现在，现在，现在，将你的对干海，哦，罗兄弟。咱用尼西亚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尼西亚圣经伫银幕也有，也是咱圣诗的头前。愿信独一的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愿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下在世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着彼勒岛林内为咱定世界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国外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伫阳光再来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愿信赏赐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阳光。伊捌托先知讲话。愿信一个圣公堂速度的教会，愿告别一个为得赦罪的洗礼，愿期望死人国活来世的活命。阿门。请咱看启应文，启应第9篇。
刻印文刻印第9篇诗篇32，我来刻，请咱大家来印。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额卡的。这人有福气。耶和华无算伊有罪，伊的心无奸诈的。这人有福气。我静静的时，我的骨头孤单，因为我同日大声吼。我对你排列我的罪过，无隐瞒我的罪恶。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你就赦免我犯法的罪。因为安尼，你若虔诚的人，伫通找到你的时，就祈祷你。大水泛滥的时，的确无到伊遐。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你要保佑我脱离艰苦。你要用得救的歌示明为我。我要教示你，指示你应该行的路。我要注目看你，来劝戒你。唔通亲像马，无因无知识，就用马加姜、马力束约束伊。若无因就唔瓦棍你。恶人受最苦难。独独我靠耶和华的人，要有慈爱，四面为伊。恁义人啊，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心正直的人啊，恁就出欢喜的声。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施恩的爸，阮是卑微无路用的奴仆，阮谦卑诚心来感谢你，因为你赏赐恩惠，用仁慈款待阮，也赐福予万百姓。阮感谢你的创造，你的保护，佮将逐项的福气赏赐阮。总是阮常常犯罪，离开你的真道，浪费你的恩赐。求主帮助阮会晓得到你为阮所犯的过失，来到你的面前，也通过主耶稣受价顶的宝血，洗净阮所犯的罪过，互阮有清洁的心来恳求你。最近，阮拄着看袂到的肺炎病毒。互阮人甲人袂当接近，也毋敢做伙，也因为政府的规定，阮教会侪的聚会来暂停。主你所做者的，阮袂明白主你的旨意是怎样。恳求主，互这肺炎病毒紧紧离开阮的环境，也互教会时代有注预防病毒的注射的，因的身躯真紧就来适应，会当保护家己的健康，就来互家己的身躯产生抗体，身躯真紧来适应。这个肺炎的病毒会真紧离开阮的生活，互阮的生活一切恢复正常，也会当伫礼拜日来到主你的面前，同心自集的敬拜甲学乐。教会属灵者进前伫伊的便所的时阵，无小心滑倒，又开刀。求主，你甲伊三角点保守伊。伫即个时阵，特别阮也袂当甲伊探访，也袂当去甲伊看的时阵，求主你安慰伊的心，照着医生的药，帮助伊的骨长去的所在手术真顺利，也会当真紧来恢复健康。特别恳求主掌权台湾的一切的生活，拢会当真紧得到控制。互阮大家会当有时间，会当组织同心来敬拜你。祈祷拢是互阮主耶稣基督的名，将尊贵荣光归伫圣父、圣子、圣神，甲永远无尽。阿们。好了。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子，咱教会小诗班。
我心归水，我要好了到天光，因为救主眼光，今日就要啉地面。我心着跳，我心欢喜啊！乐主，基督救阮，今日就要啉地酒。恭敬祈祷，虔诚敬拜，好我主上帝。天下万邦万国拢要也相手阿乐，哈利路亚，因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我要开嘴，我要下落到天光，因为救主眼光，今日就要啉地面。我心着跳，我心欢喜啊！乐主，基督救阮，今日就要啉地酒。恭敬祈祷，虔诚敬拜，好我主上帝。天下万邦万国拢要相手阿乐，哈利路亚，因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我要归水，我要下落到天光，因为救主眼光，今日就要啉地面。我心着跳，我心欢喜啊！乐主，基督救阮，今日就要啉地酒。恭敬祈祷，虔诚敬拜，好我主上帝。天下万邦万国拢要相手阿乐，哈利路亚，因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三甲来讲授上帝的话，圣经雅各书第3章16节，甲4章第6节。汉语本第265页，新约的部分伫真后壁吼，265页。16节，因为伫什么所在有怨妒甲三争，就伫遐有扰乱甲一切的歹事。独对顶面的智慧，一是清洁，要的是和平，温柔好参详，有怜悯甲好的果子满满，无偏袒，无假好。国义的果子是行伫和平，甲行和平的人来种。第4章第1节，恁中间遮的征战对打落来，遮的征战对打落来，敢毋是对你的宴乐？交战伫恁百体中来的嘛，恁贪恋也无所有，恁杀人怨妒也袂得着，恁三争征战，恁无所有，因为恁无求，恁求也无得着，因为南山求是要开遮个甲伊的宴乐。恁遮的淫妇啊，敢毋知甲世间做朋友？是甲上帝做对敌嘛？所以，既然爱做世间朋友的，就是做上帝的对敌，也是恁拍算圣经是空咧讲嘛。伊所想事的神，减乱无家己怨妒嘛。若是伊想事较大的恩，所以讲上帝抵挡骄傲的恩事，
相思温互谦卑的。现在，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迎供，只显我的主。会知影，牧师要用消毒万毒的撇步来甲咱分享上的第一话。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各位当做伙来分享上帝话。虽然是疫情中间，咱犹原期待无久咱就会当见面。咱来看这个 PPT 咱顶礼拜有讲到，上天的智慧是真的智慧，是互人得到欢喜、得到祝福、得到福气、得到活命平安。总是呢，上帝的智慧，看这两丛树啊，一丛叫做生命树，互人得到智慧；一丛好，亲像看起来嘛真好啊，你会当分别好歹。但是毕竟人毋是上帝，你开始分别好歹，开始家己假熬做上帝时，生命真侪痛苦，上帝的智慧嘛拢走出来。所以这丛树啊，咱所看到应该是倒手边恁应该是看到。倒手边这边这丛树啊是属于第世俗的智慧，常常就是造成竞争分裂，人甲人之间哪会遮侪痛苦？亲人之间哪会遮侪冲突？教会兄弟姊妹，咱哪会无法度好好相听？你听我，我听你，你听我，我听伊，伊听你，大家听来听去，毋是真好吗？就是因为这丛树啊出了问题。家己假搞，家己假做够最有智慧，家己想要做法官判断，做上帝。我知影什么是好，什么唔好，什么善，什么恶，什么厉害，什么无厉害。但是圣经雅各书搁一概甲咱提醒咱来得到这个属天的智慧，转来到上帝内面，咱才会当超找到人生的幸福。咱搁一概当心来祈祷。主，阮相信伫疫情的中间，你犹原听阮，你的恩典拢教也阮用。阮今日真欢喜，阮兄弟姊妹搁一届组织伫线顶，伫个人的厝就是圣殿，要来敬拜。阮兄弟姊妹诗班、抒琴、抒会，阮也欢喜。今日团队来侍奉三个组织，而且要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恳求主你帮助阮，和阮今日所讲的。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阮的心气心肝也安尼来得到清气，来领受你的话，无任何的脱碍。阮安尼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牧师今日用这个题目，消毒万毒，中文就是嫉妒。这个嫉妒最严重，人人拢有。我敢安尼讲，人人都有嫉妒。人人拢有嫉妒，这个嫉妒就是通讲是心灵的粪扫。你心灵的粪扫误会，你互这个万毒拔掉了后，迄个毒菌你若是无甲伊透，这个就影响到你一世人。你就带着自细汉有可能手足之间的嫉妒，父母的不公平，你就带着这个，你会和人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相处相爱。不是你不愿意，而是你内底有一个痛苦伫遐。所以牧师望今日借着这篇的讲道，咱会当拢得到实际的这个帮助。所以咱顶礼拜有讲到智慧的结果子，一人的生命如果真正流露出这个属天的智慧，就是人带来快乐，人带来幸福，让人如沐春风，使人心旷神怡。倒边来讲，你就是感觉奇怪，你观察看卖身边人，有的人只要他出现就很尴尬，或是气氛就很紧张，就好像大家较紧张、较严肃，有时教官入来，大家拢坐好好，老师入来，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形？我们也可能带给别人一些痛苦、压力的来源。这是咱今日无事情，望咱会当做伙来学习的。
这个好，咱有讲到，咱以后会当继续讲，但是咱今日是对一个生命的问题，咱想要来处理吼。雅各书第3章14节、16节到第4章底，咱今日贵灵之书所读这几节圣经内底，讲到几摆万度、嫉妒几次，算看卖贵灵之书几摆？伊这里头前上认真咧听，我甲你算啦，16节遮是毋是讲到，什么所在有嫉妒，什么所在有万度，就有三尖，就有一切缭乱甲歹事。你看，伊甲这个万度放伫内底，甚至放伫头前，过来，心内放着这个恶毒的万度，就是讲嫉妒、嫉妒，变做一种的恨，变做一种的怨恨、怨恨，埋怨人、埋怨上帝，迄个所在就安那。就无真理，就你都无法度好好做家己，我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伫迄个所在就有夸口，就有骄，就有真济，你活了就无法度成家己。对迄个万度开始，到第4章第5节讲，上帝赏赐咱的神就是圣神。减卖万度吗？这嘛是咱今日望会当讨论到的，互人的疑问。讲上帝敢会当万度？人爱是无万度啊，上帝是听，哪会使万度？咱望咱今日好好来听。圣经有几个咧？太济咧。第一个，这个是啥物人？有人讲是汉娜，阮迄边讲过，但是这图嘛会当讲是以利。这个利亚甲拉结啦，就是雅各因两个某，一个单眼皮，一个双眼皮，听讲是安尼，就是一个目睭较有近视，一个无。因一个有生囝，这利亚有生囝，六结无，所以六结圣经就安尼描写伊就万度，万度伊的这甚至万度的，这个万度就会扩散，扩大，唔是只有万度迄个人，变做万度虾米人，对因翁受气。你互我囝，雅各就无奈啊，伊嘛无同理心的，无上同理心的，可以就甲伊应讲，无你无生囝，唔是我的问题。你看我含恁这都有生，是上帝无好，你生你袂使怪我。所以检采圣经无写，但是大家是毋是心内嘛对上帝有万度？佮第二个咧，这是啥物咧？有一个老爸甲伊的囝做一领彩色的衫，这个故事有听过无？创世纪，伊要做应该安那？10个囝，11个囝，迄个时阵生较11个，一个一个上细汉的便雅悯还未出世，可能。伊大家拢分一领啊，结果咧，伊干那做一领，所以这个就是伊的兄哥就，目眶红，就昏啦，就昏啦，讲，这个老爸，哪会使安尼？所以拄则是两个某在竞争丈夫的疼。即摆换做这个囝在竞争老爸的疼，而且其实这其他的哥哥无讲，但是伊心内是应该爱怨恨老爸啊，应该怨恨这个老爸，伤疼，干那疼，有时无够疼，伊无公平啊，毋是有时甲老爸讨讲，你爱互我一领衫，其他哥哥不准，所以这有时生命会拄着这款的情形，无公平来怨妒。搁一个咧。这就是已经到足严重要杀人啊！这就是以色列第一个国王扫罗甲大卫。第撒母耳才讲，为什么咧？足侪原因，其中一解是原因是因为正赢非利士人足欢喜的，对无？足欢喜的啊！但是妇女跳舞的时阵讲，扫罗杀死千，大卫杀死万，伊的数学真好，千比较少，万比较多，伊就无欢喜啊！伊无想讲千嘛袂歹，无这回事。伫咧万度的人，伊就是看到别人比较济，比较好，比较得到娱乐，伊心肝头就
我得忍受就受不了。这嘛是一个怨妒，就这些竞争，这个成就也是竞争这个人民的心。佮最后一个呢，这个人是耶稣，咱应该拢看有。什么人怨妒耶稣？就是这个祭司，特别是祭司头，伊认为耶稣抢夺了百姓对因的尊重，百姓拢听耶稣，拢我做耶稣迄边去，拢爱听耶稣讲话，甚至百姓认为讲这就是弥赛亚，是上帝，敢真正是上帝的囝，要取代咱现在的这个公会，也是犹太人祭司长老这个地位，所以因在竞争这个权势。彼拉多知影，这时头是因为怨妒，才要害死耶稣。所以怨妒到一个程度会犯这个害死人的罪。伫圣经第一届的这个杀人罪，就是伫第一家庭亚当夏娃生的囝该隐甲亚伯亲兄弟，也是因为怨妒，该隐杀死亚伯。所以咱来进搁第二个步，就是进一阶段，就是讲咱来思考为什么会怨妒？怨妒的本质是啥物？有两项。第一个就是别人有，咱无。别人有五子登科，就是房子、车子、妻子、孩子，还有银子，银子啦，金银财宝，逐项拢有。你若是欠倒一项，你会感觉伊无欢喜，伊有我无，第二种的是我有，但是惊别人甲我抢去，特别是这个男女朋友感情的世界，婚姻，惊讲这个我所听的这个人，伊有一天伊的心变卦去，离开我，安尼这个嫉妒嘛是非常的强烈。伊毋是马上就讲我生气就要杀人，伊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蔡牧师，伊读心理学、精神方面真好，伊做出一款的分析，我甲伊借来用。讲别人有咱无的时，咱就会对欣赏到比较，然后会自卑。人特别人拢有这个自尊，所以当咱家己发现讲我不如人伊比我较好，无论是物质上，还是这个头脑比我好，学问比我好，考试比我好，钱赚了比我多某比我水，心内就会产生这种自卑不平。到尾啊咧，如果你无好好甲伊处理，第一讲目眶红，就会愤怒杀红了眼，就去破坏别人的，破坏别人的好，因为你见不得人好，我无，你嘛卖，你上好嘛卖无，大家拢无，安尼就我就袂计较。佮第二种诶是讲到亲密关系，就是男女朋友也是夫妻婚姻中间，伊个发展的过程，咱讲食醋，是对我本来真疼这个人，真爱，然后呢，咱有一个约定，咱互相信任对方，这个约定，甚至进入到婚姻内底，但是呢，发现讲，伊的心怎好亲像无伫我身躯顶呢？那伊拢在学到什么人较好，学到别人的翁，还是学到别人的某的时，咱的心中迄个情绪如果无处理，有可能会变做怀疑，加这个猜忌，就是想东想西，想为负面歹的迄边去。到尾啊，如果真正发现讲，伊确实做出了
你无法度忍受的代志，你就会受气讲食醋到尾啊，就是会做出真残忍、真报复性的这个行动。咱看新闻常常看到，遐个凶杀拢甲有时甲感情债有关系。咱过来讲产生这个危害咱去想，咱生活中一定拢有接触到这个问题。当咱幸灾乐祸的时阵，咱拢知影袂使幸灾乐祸啊，咱爱雪中送炭啊，怎么可以落井下石？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有时就会安尼，看到别人，特别是比咱优秀的人，比咱本来是咱欣赏的迄个人，看到伊嘛有缺点，看到伊什么代志做无好啊，去互老师骂啊，去互别人讲话，好亲像咱的心，虽然无讲出来，感觉好亲像好像有一点沾沾自喜，好像有淡薄仔得意，讲你看你嘛无偌拗，还是讲咱心内会较平衡一点，你逐项拢好，人生胜利组原来你嘛有这个时间我就好像我就比较舒坦一点阿 Q 的这种想法。若是如果到较严重，就变做这红色的就是伊明明本来嘛真好，伊也无得罪你，也无结冤仇，但是你就开始心内甲伊纠缠，讲望伊有一天家道中落，望伊安那这就是变做一种非常无好会伤害你家己的心灵。变做你心灵有迄个歹恶念发出来。伫亲密关系内底，你若是常常怀疑、想空、想芳、想你的枕边人是毋是背叛你、不忠的时阵，你就是两个人拢活了真无快乐。常常检查伊的手机啊，常常查伊的通联记录，看伊的对话来，看有啥物甲异性有啥物这就是咱拢会拄到，就是变做两个人拢关伫，好像就是爱情是婚姻，但是变做一个监牢。到落尾，如果代志愈来愈严重的时阵，有人就选择讲：好，既然我得袂到你，别人嘛无想，唔通想要得到，咱做伙来行这个绝路。这是真危害。若是无处理，会演变到安尼。而且咱安静来想，到底咱伫生命中有啥物看到别人会产生这款无公平？为什么伊有我无？你是羡慕还是嫉妒？欣赏好亲像还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到极度、泛度，就甲迄个战术的提升到你已经有看袂到，会盲目啦，会受气，中间讲望伊无好，这种心理会走出来。然后咱虽然无讲，但是咱心内是毋是也有捌这款的念头，讲就是爸母对真像我有哥哥，可能爸母是毋是拢较疼阮哥哥？因为伊是大汉后生，啥物好的拢互伊其实无，无如我知影我的爸爸妈妈拢两个囝拢真疼，拢真公平，袂大细心，但是有时咱无注意中间，囡仔嘛无小心会感受到这个爸母的偏心。有时咱就会转到对上帝去讲，上帝啊，为什么伊有我无？为什么上帝你对伊遐好？为什么因兜遐尼好过？我遐尼辛苦？为什么？这有可能，咱得爱诚实去面对，咱内心的世界。箴言14章30节也是今日的金句，讲心内安静是肉体的活命，但是你如果有迄个怨妒不断长大的时阵，你会变做你骨内的朽烂。别人看无，其实会渐渐，你会感觉讲，这个人心里敢若愤世嫉俗，心内无平衡，常常一个小可代志就敢若气噗噗，感觉足大的反应安尼。这是第一个。
咱免安怎来赢过咧？牧师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咱分两部分来处理。第一个是人际关系，这个可能较简单，就是帮助咱无论伫家庭也是同事、同学、教会之间，咱用这款好的观念、属天的智慧来转变，互咱用这个方向来调整，就袂会当避免对心神到底极度迄个这种通讲是一种罪，甲对家己对别人的伤害。第一个叫做见贤思齐，见贤思齐就是讲，咱唔通想讲要互别人无好，爱想讲，伊为虾米遐尼好？咱看到伊为虾米人缘遐尼好？伊为虾米面貌遐尼好？伊为虾米体格遐尼好？伊为虾米笑容遐尼好？伊怎样做？我要甲伊来学。所以是建立家己，唔是抽对方的后骹啦。讲我无好，你甲我平歹。这个网络顶悬图就真有意思，就是大概就是这种想法。就是讲我若是无法度瘦，主啊，你互我瘦落。若是无法度瘦，互我身边的人拢变大箍啦。我变大箍安尼，大家公平，互我较袂心内不平。但是毋是爱讲怎样互我搁较付出，我食较少咧，准则该运动，该困，莫食宵夜，也是爱去看新陈代谢科，找一寡方式来改变，毋是望大家做伙无好。第二种嘛真要紧，叫做知足就上快乐。拄则就讲，所罗就是无看到伊的千。看到大卫的万，伊也无想到讲王嘛是我，大卫是我的军事，伊的好嘛是我的好。大卫也从来无迄个意思要抢夺伊的王位，是扫罗家己做无好，去得罪上帝，无顺服，才失去伊的这个国王的位。毋是别人的问题，是咱家己的问题。所以你看你有的来感谢。这是吉米一系列的作品其中一张啦。伊讲虽然你看这个人行伫斑马线摆骹，骹受伤，但是伊佫感谢讲，至少我虽然停车停足远的，但是代表啥物？我至少有一台车，我佫找有车位，行较久，但是至少我佫会当行。爱为着这转个念头来感谢。咱来佫看一个影片我想这个影片真符合帮助咱来思考。这个影片来请放叫做：当你在欣赏别人的时阵，真有可能其实伊比你更较欣赏你。当你就是讲我得到的时阵，当你就是讲别人有的时阵，其实你嘛有可能伫咧得到的路中。总是当你就是你失去的时，咱先来看。咱看这个小男生这么水的风景，伊无去欣赏这个真美丽的大自然，伊敢若看到伊的脚迄双鞋已经破空开口笑，伊就欣赏，如果我会当像别个囡仔，有一双足水的鞋，有偌尔好。但你看这个小男孩。伊坐伫遐，伊心情算袂歹在看欣赏，在看树啊，看草坡，看天气，蓝色的天，白色的云，你看伊佫足有礼貌，真快乐，甲伊拍招呼。但是这个穿白衫这个小男生呢，伊好亲像活了无快乐，因为伊敢若拢想着家己无，家己欠一双鞋啊。
Why should it be like this? I don't know. It's not fair. Yeah, I know. There's nothing that we can do. 伊就对家己讲话，讲啊，我要改变。 I wish I was like him. 真毋茫我会当参像迄个另外迄 I 个 want to be like him. I 囡仔 want to be like him. I want to be like him. 我若变做伊有偌好咧？ 哦，结果后一秒钟真正变过啊！ Sorry to take so long, dear. Are you ready to go now? 伊发现讲，伊穿迄双鞋啊，足水无毋对，但是伊的脚袂用行。啊，总是迄个囡仔咧，虽然穿破烂烂的鞋啊，但是伊足快乐。哇，伫遐走跳，讲哇，我的脚会用行路啊，我的脚会行路啊。所以你在欣赏别人的时阵，有可能伊也在欣赏你，甚至你所拥有的，是比伊更较丰富。你无可能是还未得到，上帝已经要予你，伊有，但是有可能也伫咧失去的路途中。好，咱转来 PPT。 咱去想哦，你若是观念转一个，你袂遐尼痛苦，你会看到讲吼，虽然疫情，但是我健康啊，我无得病啊，我没有染疫啊，我呼吸都正常啊。有时我开玩笑吼，阮兜若是有人放屁的时阵，我闻到味就讲代表我还没有得肺炎，因为我呼吸都，我的嗅觉是正常的哈，虽然这个屁有一点臭。 哦，所以这是看家己有，你就会去感谢迄个。哦，我有嗅觉，我有正常的身体。那第三，良性的竞争，哈，这真要紧。啊，这两个是世界通讲过去第一、第二，两个底下拼第一名。当然还有第三啦，Djokovic 即嘛20冠，但是因两个互人。 看作是网坛的佳话，为什么？因为伊毋是竞争的对手那样，伫球场顶悬竞争，但是因私底下嘛非常的尊敬对方，甚至是彼此的好朋友。所以这是伊讲，那毋是因为有第二名，遐尼厉害，我可能无法度达到我现在的成就，迄个世界第二飞的。总是比赛嘛，就是竞争有时输有时赢。 当对手赢的时阵，你啊，该恭喜这就是真人所讲的有一个竞争的对手，你才会当进步更较济你才能进步更较济，提拔提会当磨最多朋友嘛是安尼，你莫该当做是敌人，你该当做是 partner 咱是咧合作。 咱做伙伫学校，毋是讲共班的一定爱拼第一名。你爱想讲，我含第一名，我第二名嘛袂要紧。咱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咱互相帮衬。咱的对手其实是别间学校的，是咱共班的，应该互相帮衬，互咱做伙提升，毋是做伙沉沦。所以第三叫做良性竞争，第四叫做合作伙伴。你爱。 去唔通陷落伫迄个竞争，讲如果你是咧竞争，安尼你身躯边的人拢会感觉你家当作对手，当作敌人。其实毋是，上帝甲咱放伫教会嘛，拢是 partner， 拢是朋友，注重关系，毋是干那输赢。所以有一届我真感动，应该是2009年，的一个世代满贯的时阵，两个拢有足有机会赢，结果咧，这个费德勒输去。 拿到蛮牛赢所以费德底下忍不住流目屎的时阵伊就看了真唔甘嘛，伊就甲伊安尼揽来讲，甲安慰讲，你嘛是第一名，你伫我心目中永远是第一名啦，咱如果会当因有一届
彼得嘛讲我真5万会当血，就讲咱两个莫拼第一名，咱拢做伙享受这个荣耀，莫讲一个有着顶，一个无，其实拢真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关系。所以到现在，互人真新鲜，互人感觉真感动的，就是讲因是球场是竞争，私底下是朋友，甚至是亲人安尼，真好。因着做伙投资真济这个基金会，在帮助世界弱势，因互相，那到开一个网球学校，彼得就甲伊支持。彼得有做这个基金会，那到就甲伊，甲伊邀请伊一个朋友做伙来参加，所以因是一个真好的关系，这就是疼，这就是合一，所以朋友甲兄弟伫迄个常常彼此相亲爱的时阵，这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见证。最后第5个就是讲，其实就是讲这句对你唔通一直拢要自我实现，拢要比别人较高。你爱行成全别人，咱拢追求家己的成就无毋对，但是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伫你身边的人一直输，一直被你打败，无得到对你身躯顶得到祝福，安尼咱的朋友会愈来愈少。所以咱爱去成全，君子有成人之美。你唔通活伫家己的世界，你就看到别人的欢喜，你为着别人的成功来拍婆啊，真心的拍婆啊所以你看我其实无这样在看比赛，我刚才看天尼斯，就是网球呢。我就像在看两个人比赛了后，去最后拢会去甲对方握手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真正女生我没有特别但是看到很多女生，她就脸很臭嘟嘟的就是撇一下就走但是男生有时候还会比较拥抱一下，会都有啦。其实男女都有，比例不一定，只是我看到的刚好50就是讲，无法度接受家己失败，伫迄个苦难内底，伊无法度马上转换说好，你赢了，我甲你肯定，甲你配合，实至名归我真心的为你喝彩。这是人际关系中咱会当学习，所以圣经甲咱讲，爱彼此成全，因为基督的教会每一人文数本来就无同，咱爱去欣赏，咱爱去为别人的成功感受到快乐。如果咱的服侍当中有在进步，咱就为伊非常感受到这个快乐。这是一个好的团队。所以第2个功课就是。咱有法度对心内学乐，发出咱对人的欣赏。别人比咱较强，咱唔免怨妒，爱去甲伊学习，做伙来进步。这是第2。最后嘛是最困难的。这我搁用一寡时间来看，这最后第3就是要消除怨妒，特别伫这个亲密关系，如果已经有一块伤痕伤害。存在的时阵要安怎？你看这个查某囡仔，伊的面就真受气，看到边当然，如果两个人无关系就不要紧，但是如果因是男女朋友，伊当然就受气。我有分享过这本册内底也有讲到，处理这个心灵的本色、误会、债务，对这4点来看，就是。感觉有亏欠，我亏欠别人，受气别人欠我，对不起我。贪心是我感觉我对不起家己，我应该拥有更较好的车，我应该拥有更较大的厝，我应该做更较悬的位，这是贪心。这度咱有讲过，有可能会反映对讲爸母上帝。为什么让我出世伫这个环境、这个家庭？上帝，你是不是对我无好？所以咱要来处理这个最后这个部分因爱生恨或者是因爱而嫉妒，上帝敢买怨妒？圣经这是翻译的问题。有人讲上帝应该袂使怨妒，所以圣经人翻作上帝是忌邪的神其实原文同款意思是。
嫉妒哦，上帝嘛怨妒，为什么呢？咱看雅歌就知影，讲两个有一个约定哦，委身 commitment， 就是讲哦我认同你啊，你认同彼此啊，彼此相属迄个关系。好，所以如果爱情好参像死那么坚强，啊，总是这个嫉妒，还是万分会变做亲像阴间遐尼残忍，好亲像死亡甲阴间人的关系是两个绑做伙，无法脱逃。好，代表讲。爱人的中间讲，我对你遐尼付出，对你遐尼爱。如果你敢背叛我的爱，对我不忠，安尼我一定爱互你付出，吼，迄个代价，吼，迄个心内有这种的，迄个这种真强的动力。好，所以伫出来记也讲，上帝甲以色列人讲，我以外你唔通有别个上帝。哦，上帝意思嘛是安尼，好参像婚姻的中间，袂使背叛这个神圣要紧的婚约。哦，所以讲耶和华是忌邪的神，还是讲是如果哦两个人在食饭吼，咱看餐厅两个人啊，足恩爱，两个人在食饭吼，你侬我侬，啊，迄两人跟咱无关系，咱就迄个叫做羡慕，因为不是我的，哦是羡慕。但是其中一个如果是你的。好，亲密的爱人安那大，你看到安尼，你哪有可能无怨妒？如果无怨妒，哦，不要紧，做一起安尼，你可能伫恁中间嘛已经无有疼的关系啊，就变做个人自由啊。好，所以有怨妒代表迄个疼也伫地。啊，总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是你感觉是上帝亏欠你，还是你亏欠上帝？圣经给咱一个答案。哦，雅各书就讲，咱这的淫妇敢唔知影，甲世间做朋友，哦，追求这个世俗的智慧，哦，放弃了上帝，变做上帝对敌，爱做世间的，听马文的，就无法度骹踏相存，哦，无法度就是对上帝不忠，哦，上帝的旧约，特别伫亚利米书、伫何西阿书。上帝拢深情的告白哦，咱来读这段圣经，讲是毋是深情的告白？亚利米书第3章讲吼，我偌尼啊想要甲恁当做我的囝儿，将上好的互恁，啊，恁会当叫我一声老爸，无搁离开，伫我的怀抱中。这是上帝的心，通过亚利米这个老目屎的先知，最有感情来讲这句话，足侪伫亚利米书爱过来底拢看到。但是总是呢，以色列人选择一个上帝遐尼疼咱，结果对救因出埃及，结果呢，无偌久就开始拜金牛，就开始拜这个这个非利士人，拜迦南人的遐个神明，所以就亲像一个某拢无忠心伫这个婚姻的关系内底，所以上帝就受伤。所以不是上帝对不起以色列人，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了后，是人背约，人亏欠上帝，人对不起上帝，人伤害上帝对因的疼，这份关系，所以人疼这个世界，雅各书就讲，这就是咱的问题。怨妒就是对这发出来，咱贪心，咱怨妒。怨妒的对象嘛唔对，就是讲恁无法度，上帝无答应你的祈祷，是恁无求，恁拢往这个世界去敲吹，你找唔到对象，你要找上帝。上帝不用羡慕，上帝会嫉妒，但上帝不会羡慕。上帝袂欣赏，因为上帝什么拢有。上帝袂欣赏讲啊，你有一台特斯拉啊，欣赏你住七时，你住好的，上帝袂欣赏，因为上帝什么拢有。咱甲上帝求，上帝会当互咱。但是上帝怨妒是人迄个自由意志会当选择的时阵，咱选择不忠，选择牺牲上帝这个就是破坏了这份疼的关系。所以雅各继续讲，求也袂得到，因为恁求唔到内容。一个是对象唔对，
咱所欠缺上帝拢知影，你甲上帝求，而且是恢复甲上帝迄个疼的关系。求上帝国，上帝其他拢有啊。你有上帝，你有一切。咱若是咱求唔到对象，咱一定拢想讲，我如果甲某咪人交往，我就足幸福啊！我如果今年的薪水变偌济，我就足幸福啊！我如果会当伫倒位买一间厝，我一定足幸福。你求唔到对象嘛？你求的是这个世俗在追求的，你无求你甲上帝恢复迄个疼的关系，然后呢，求的内容也是为着满足家己的宴乐需要。所以这是在互咱了解，咱甲上帝关系对这个祈祷中间，嘛会当看出倒有问题。最后，上帝有完听候哦。圣经甲咱讲，这个何西阿这是亚利米啦亚利米讲爱回转，我充满主爱。我充满主爱，只要恁肯，就会当转来到我的身边。这是上帝所做的充满。上帝叫何西阿去带这个淫妇妓女，然后呢，佮一直听，的，无论安那，伊做出如何不忠的事，犹原无放弃，不离不弃的爱。互咱学习啥物？如果伫咱这无容易，伫困难的中间、婚姻的中间，如果有这款的伤害，是毋是咱也会当学习上帝？我相信可能只有上帝这个疼会当超越人的怨毒，甲心内迄个抗受气，就是尊重。咱会知影为什么疼遐尼了不起，遐尼尊贵，就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上帝无勉强任何一个人来疼伊。爱情嘛是安尼，你无法度控制一个人，爱伊甘愿欢喜，伊的心愿意，你才会当得到伊这个人，得到得不到你的心，也要得到你的人，这是不对的，伊的心爱单伊的心愿意，这个就是翁仔某做伙，上美好的代志就是彼此承受生命的稳定，彼此敬重。第二，一定爱有误会，一定爱讲开。有过去的伤害也一定爱透开。如果有困难，有可能就要找信任的长辈、长老，还是牧师，还是心理协谈师、婚姻的咨商，一定爱甲这个讲。无迄个问题一直就伫遐嘛，你嘛真了解。同床异梦，所以一定爱甲心内的心结透开。才会当建立迄个信任的关系。真然讲，若有智慧，就会当起造建立家庭。若是你掠条迄个错误，人拢会犯错。一些人犯错，上帝讲要原谅但是咱犯错，上帝嘛要原谅。但是恁翁还是恁太太犯错，你永远唔肯原谅的时阵，这个关系就无改。你就会拆毁这个家庭。所以目标就是爱祈祷，爱去饶赦，安尼咱的关系恢复了后，信任建立了后，安全感转来啊，祈祷就无阻碍。所以牧师有时接着电话讲有处理请讲有时咱的会友夫妇中间无迄时阵，上好的建议就是做伙祈祷。咱的祈祷也会当看见讲。咱的夫妻关系伫属灵的顶面有同心无同心，夫妻祈祷这非常要紧希望咱会当来努力。最后也是第三，就是爱原谅，是你家疼带来医治甲赦免。上帝毋是讲恁先疼我，我才来疼你；恁先做好，我才来付出。是上帝大声将伊的大事件赏赐予咱。无条件，无要求，牺牲这款的疼，也就是我拄则所讲，何西阿讲，你再去爱，虽然他不忠，你就是要亲像上帝疼以色列人安尼来疼伊，虽然因犯错，犹原疼伊，用慈神爱所，用这个疼，甲因挽回因的心倒转来。
所以这也是我告书第5章咱要讲到的，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互相祈祷，咱就会得到医治。医治就伫这个祈祷中，伫这个原谅的中间、认错的中间来发生。如果无，咱就永远就是安尼，哦，相见如宾，哦，还是相敬如宾，同床异梦。但是伫婚姻关系内底，安尼是真悲哀。咱一定爱去求上帝，互咱有勇气踏出一步来认罪、来祈祷、来得到赦免。求主帮助咱，哦，无事今日就分享到这。极度的原因是啥物？你爱去敲锤恢复，希望咱拢恢复这个三定。一定爱有一个人勇敢，吼，踏出一步，讲我要承认我的错。过去我有做无好的所在，过去我有糟蹋着你对我的信任，糟蹋着对方对你的对我的这个疼，我愿意承认，求主。互咱的心会能够做伙得到医治，吼！愿主帮助咱，吼！咱的心毋是只有安静，伊是所代表的意思是安宁，是内心的平安，是自由自在，是一个健康的关系。咱做同心阿达来祈祷。主，阮知影，阮的心常常会欣赏别人。无看到家己来袂记你感谢，祝你教导阮，着爱知足，就常常快乐。祝阮的关系中间也有真侪痛苦，主啊，求你来医治透放，互阮明白阮生命中的迄个伤害伫倒位，互阮愿意也有勇气、勇敢去认迄个错，来化解彼此的关系。愿主你用你的饶赦、你的十字架的疼、牺牲无比的爱来充满阮，互阮适合的关系、破碎的关系会当得到重新再起造。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得到这款属天的智慧。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94首，我行迷路，耶稣伴我。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行迷路，耶稣伴我，就是我流的声。我
咱即时举行线顶礼拜，会用将咱家己准备的奉献地，将咱要奉献的金额奉献内底。咱的银幕面顶有教会活拨的账号吼，也是你若有为教会经过，摕来教会奉献。伫报告遮，咱要简略，但是咱的金句，咱三甲来做伙读一遍咱今日的金句。心内安静是肉体的活命，怨妒是骨内的幽烂。箴言14章30節。家己有事奉的，请咱家己注来看家己的周报。无大都无。好，现在咱来看具体的消息。本月消息，咱有收到向上教会捐款33万6千块，是第5年，也有150万伫向上，咱5年前的即个借款是。伫中央停车场，咱继续爱来为为着即个来奉献。第3点，本月消息咱有即个 RPG 基督的小组，虽然无济但是阮感谢上帝，这样兄弟姊妹拢真稳定，逐礼拜无真济时间，20分钟、30分钟，线顶分享、线顶祈祷。如果有兄弟姊妹有意向来操练祈祷，欢迎甲牧师私底下讲就会使。牧师会为咱安排3个一组、4个一组。这个人际关系真好的课程，咱也继续上课。团契消息，青少年这个聚会后礼拜拜六是同款用线顶 Google Meet 聚会，伊的主题是这个 Throwback Thursday， 主理是会长伊家。咱来看本周的大道事项，特别爱恭喜狱中甲婉倩，就是湘湖长老贤道兄的后生甲新妇，因2天前伫美国顺利生产，这个囡仔3000多克很健康宝宝头好壮壮，晚祝术后。因伫遐做未来原主拢带领集体关怀部分，特别为着小婷姐祈祷，伊昨开刀了真成功，真顺利，也特别伊查某囝也心讲，伫即个过程中有真济见证，上帝真奇妙，妈妈甚至无真需要一直煮迄个止痛药伊就恢复了真好。迄个血水引流嘛拢真顺利，所以咱为着小婷姐非常的感谢，伊也足勇敢来面对即个手术顺利，咱做伙继续为着伊的复健来祈祷。益达特别为即个腰子的手术，也是大手术，做5-6点钟，为着燕珠姐后生益达甲伊的家庭来祈祷。金銮姐嘛出院咱为着这个事来三体关怀，还有正瞻育爱，这是咱健康促进洪佩老师、佩佩老师的妈妈有发烧，已经退休总是伊的脚好亲像这个蜂窝性组织炎，需要咱为伊代祷。为着杰瑞特别去到美国在准备的过程中，主动甲伊三甲伫地，宛如用心婚姻的生活
需要主赏赐上天的智慧，互因彼此相听，有美好的见证。咱这时就邀请咱做伙来为着这个代志，咱更用咱心中的关心化作祈祷彼此来代祷。主，愿要为着狱中万茜献上祈祷，为着因得到一个后生真平安出世，真做新的生命，真做你所赏赐的产业。主，愿为着这个家庭欢喜快乐。主，愿也要为着洪淑珍蔡义达、林金銮姐提名来祈祷，你保守因手术后拢有好的体力来恢复因的元气，互因的健康会当早一日得到勇壮。主啊，愿也为着统烈现任长老玉爱来祈祷，保守因的身体，无论是血糖、血压，还是骹头乌、骹会受这个无爽快。主啊，拢求你找到好的医生，通过着医疗来帮助着因。那为着李安、杰瑞，因伫未来要去美国，还是倒来台湾，主啊，你拢保守，互因一路有平安出入，拢有助你的引带看顾，也要为着宛如用心望因的生活中，时时有助你所赏赐圣神的听、属天的听、温柔的心，彼此敬重来过因的新的生活。保守曾志雄就是谢淑玉长老的先生，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随时来举行这个个别礼拜，就对7月一直延，可能延到8月份，主啊，拢求你来安排，互这个家属的心对主耶稣的听来得到安慰。求主继续看顾，互阮无论在家，还是出外，还是注射，主啊，拢得到你的看顾，互阮的身心灵、灵魂体一尽得到保守。感谢主，你听阮的祈祷，同心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来吟圣诗512首。愿咱求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上帝圣属亲亲家己，行咱亲像家己。心观念感恩感动，行去达人心内。三位一体，感恩相通，只是到万世代，只是靠万世代。阿门。当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恳求至圣的神光照阮的心，互阮倚靠主的听，实力的力量来消除阮中间一切的怨妒三争，来活出迄个彼此成全、彼此祝福美好的画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圣神的感动，常常甲恁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咱今日的线顶礼拜到这结束，愿咱大家带着主耶稣基督的福的稳定甲平安，快快乐乐过过来一礼拜。大家平安。求主赐我力量，挪去我重担，除去缠累我的罪，将我藏在你恩典翅膀下，使我在森林风中飞往你为我定的方向，带我飞，带我飞，坚定地飞。求主赐我力量，挪去我重担，除去缠累我的罪，将我藏在你恩典翅膀下，使我在森林风中飞往你为我定的方向，带我飞，带我飞，坚定地飞，飞过高山，穿过低谷，跨过江河，飞越洋海。我要飞，我要飞，尽情地飞，飞出旷野，离开沙漠，摆脱黑夜，冲破狂风。我要飞，我要飞，勇敢地飞。求主赐我力量，挪去我重担，除去缠累我的罪，将我藏在你恩典翅膀下，使我在森林风中飞往你为我定的方向，带我飞，带我飞，坚定地飞，飞过艰难，穿过忧伤，跨过愁烦，越过失望。我要飞，我要飞，自由地飞，飞出软弱，离开惧怕，摆脱羞辱，冲破迷惘。我要飞，我要飞，快乐地飞，在风一日头下，在晨星光辉中，在绚烂彩虹里带我飞。主啊，我要飞向你，飞向你的左前，飞入你慈爱的怀里，飞过高山，穿过低谷，跨过江河，飞越洋海。我要飞，我要飞，尽情地飞，飞出旷野，离开沙漠，摆脱黑夜，冲破狂风。我要飞，